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7月1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看一看乌克兰战场上也有什么变化。今天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的第1224天，也是乌军进入库尔斯克的第330天。昨天前线共发生137次战斗。根据乌克兰方面说法，昨天俄军新增伤亡人数为1000人。每日电讯报报道说，俄罗斯的夏季攻势失败了。文章指出，从苏梅和哈尔科夫地区延伸至顿涅茨克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前线，俄罗斯5月份的攻势比4月份发展的更快。然而，到了6月份，由于乌克兰的防御行动的成功，俄罗斯的进攻速度显著放缓。在经历了数月的领土扩张后，俄罗斯的势头明显减弱，同时伴随着人力和装甲车辆的大量损失。每日电讯报认为，俄罗斯的轰轰烈烈的夏季攻势宣告失败，可以说是虎头蛇尾，或者叫虎头鹅尾。华尔街日报他报道说，俄军在苏梅地区的进攻看起来已经得到了缓解。乌军空降兵在苏梅地区俘获了15名俄军士兵，这些俄军士兵分别来自第155海军陆战旅和第810海军陆战旅。这两支俄军部队很有名，这两个部队是经常关注俄乌战争的都知道，是叫恶行累累。这两支俄军的海军陆战部队来自远东地区，在俄军部队里面也比较出名。除了屡次遭到重创之后又能获得人员和装备的补充，成为打不死的小强，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两支部队在战场上对俘虏是非常的粗暴，而且有屠杀平民的这种烈行。华尔街日报报道称，目前在苏梅附近的俄军有5万人，是乌克兰军队的5倍。尽管每天损失300-400人，但依然在不断增兵。最重要的是，俄军有很强的炮火威胁能力。如果发射增程炮弹，俄军主力的2A36叫姆斯塔榴弹炮可以打到距离苏梅仅1公里的地方。如果俄军继续前进的话，就能够炮击苏梅市区。乌克兰最高军事指挥官谢尔斯基说，俄罗斯的主要战略是用人海拖垮我们。谢尔斯基说，在过去1年里，前线延长了160多公里，如今从东北到南部呈弧形，绵延超过1200公里。俄罗斯军队在前线不同位置进行试探，一旦发现薄弱环节就猛攻，就像上个月在苏梅那样，迫使乌克兰指挥官疲于应对，不断派遣精锐部队填补缺口。本月早些时候，乌克兰从国防部情报总局调来了名为 HUR 的特种突击队，帮助稳定局势。从那以后，俄罗斯在苏梅的攻势基本被遏制，乌克兰也收复了一些失地。这个 HUR 精锐部队就是叫蒂穆尔特种部队，他的指挥官蒂穆尔说，现在我们在寻找实施主动进攻，把敌人赶回去的方法，这对到处都兵力不足的乌克兰军队来说并不容易。乌军萨满巴特士兵在前线伏击俄军摩托车队，乌克兰国防部特种部队萨满巴特士兵伏击了骑着摩托车前来突击的俄罗斯侵略者。乌克兰军事情报部门的特种部队消灭了这些赛车手，一些在途中从摩托车上摔下来的侵略者被俘，摩托车在战斗中没有受损，他们继续前进。这网上有很多这样的视频。6月29日，库尔斯克州的战斗仍在继续。6月28日和29日，俄军对库尔斯克州未指定区域发动了攻击。根据俄罗斯方面报道，俄第217空降团无人机操作员正在袭击特特金诺方向，也就是格鲁什科沃西南的乌克兰军队。乌克兰公布了向克里米亚上空的空中目标开火的镜头。俄罗斯国防部报告称，6月29日莫斯科时间23点至6月30日凌晨，2架固定翼无人机在亚速海上空被防空系统摧毁，无人机的威胁依然存在。俄乌冲突深夜爆发，3年来最大规模的空袭。6月29日凌晨，俄军以超过500个空中目标对乌发动饱和打击，从西部的利沃夫到东部的扎波罗热全线告急。当乌克兰军方公布击落436架无人机，拦截38枚导弹的战报时，五角大楼的分析师却在卫星图上画出一个箭头。俄军此次抛弃了传统的导弹骑射模式，转而采用无人机海战术，477架廉价无人机组成第一波次攻击群，如蝗虫般消耗乌军的防空弹药。待爱国者导弹库存告急，41枚口径
更循环导弹才刺破云层，直扑西部1万诺叫弗兰科夫斯克的军工厂。这种先依群后毒刺的组合拳，正是俄军汲取3年血战教训的战术进化，用每月量产3000架的沙赫德136无人机对冲西方援助的昂贵的防空系统。联合国驻乌克兰人权监察团表示，乌克兰前线地区的平民正遭受俄军短程无人机袭击，这些袭击进一步加剧本已严峻的人道主义局势。在最新发布的通报中，联合国驻乌克兰人权监察团记录了多起事件，表明无人机操控员蓄意攻击乘坐私家车、公交车和明显标识的救护车的平民，以及那些在街头行走、骑自行车、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疏散他人的平民。联合国指出，这类袭击可能构成战争罪。这个俄罗斯人他是基本上是无差别攻击。俄罗斯人惯用的手法就是先射箭后画靶，导弹先打出去，无人机先放出去，只有它炸中什么地方，那个地方就是军事目标，就是北约的指挥官地下室。6月29日凌晨，乌克兰在应对俄罗斯发动的大规模空袭过程中损失1架 F-16战机，这是乌克兰自获得西方援助 F-16战机以来已经确认的被击落的第3架。乌克兰空军证实，战斗机飞行员马克西姆·乌斯季缅科中校在行动中壮烈牺牲，也就是当时乌斯季缅科中校驾驶这个 F-16升空拦截俄罗斯发射的无人机和导弹。根据乌克兰方面说法，他在短时间内已经击落7个俄军空中目标，但在随后的交战中，座机遭受重创，最终坠毁。根据乌克兰军方的说法，乌斯季缅科曾试图将失控的战机引导至空旷区域，以避免平民伤亡，所以未能成功弹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当天在视频讲话中表示，乌斯季缅科中校英勇地履行了职责，为保护乌克兰人民牺牲，他的名字将被铭记。这是战场的一些情况。我们再看看外交以及国际援助。乌克兰已完全同步欧盟针对俄罗斯的第13和第14轮制裁措施，同样针对伊朗的欧洲制裁措施也将实现100%的同步。泽连斯基表示，他说我们的机构已经开始执行国家安全与国防委员会关于同步欧洲制裁与乌克兰制裁的决定，欧盟第13和第14轮制裁已完全同步，现在乌克兰也将100%执行这些制裁。今天我批准了这一决定，他同样我们将100%同步执行欧洲对伊朗政权的制裁，那里有很多人物、很多公司，不仅涉及军事生产和针对该地区邻国的外部恐怖主义计划，还涉及伊朗国内的镇压。这是世界上最残暴的政权之一，普京与他找到共同语言不足为奇。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6月29号在基辅发表视频讲话，严厉批评俄罗斯与伊朗的轴心，并表示普京与德黑兰找到共同点并不令人意外，同时他支持欧盟对伊朗实施制裁。大家看视频。Це один з найбільш жорстоких режимів в світі, і не дивно, що Путін знайшов з ним спільну мову. Ми продовжимо всю цю роботу щодо синхронізації. Я очікую від всіх наших інституцій в державі швидкого руху. Зараз санкції повинні бути одним з ключових пріоритетів. Санкції світу проти. 泽连斯基说，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国家机构都能迅速采取行动，制裁现在必须成为首要任务之一，对俄罗斯实施全球制裁。乌克兰外交部长西比哈呼吁西方合作伙伴利用被冻结的俄罗斯资产本身，而不仅仅是他们产生的利息，为乌克兰购买武器，支持其复苏，并投资于乌克兰国防工业。现在是时候从使用利息转向使用资产本身，并将这些资金用于为乌克兰购买武器，投资乌克兰国防工业和恢复。我们必须做出非凡而大胆的决定来阻止俄。我们团结和合作伙伴对乌克兰支持必须成为这些决定的核心。动用300多亿美元的俄罗斯冻结资产已经说了3年多了，也就是从俄罗斯侵略乌克兰开始就有这个说法了。我相信会有那么一天，俄罗斯的被冻结的资产本身被用来买武器来援助乌克兰。但是现在恐怕还不行，因为
为法国、德国一些国家，他们还是担心，因为这些国家它还有很多外资。如果你把俄罗斯的钱给扣了，理由是什么？理由是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但是不管什么理由，你把人家钱扣了，那都会导致这些国家的其他的外资，它就会被动的从安全考虑，它就要撤离这些国家，这不利于这些国家的稳定。所以他们也是要见机行事。但全世界大家越来越谴责俄罗斯，对吧？都认为俄罗斯是侵略非正义，但大家都越来越谅解能理解欧洲这些国家的做法的时候，那很有可能德国、法国就要把它冻结的俄罗斯的资产就直接拿出来去支持乌克兰，而不是这些资产产生的收益用这个来支持乌克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9日签署法令，宣布退出渥太华公约。这个渥太华公约就是禁止使用、储存、生产和转让反步兵地雷以及销毁此种地雷的公约。这个公约是1999年3月1日起正式生效，截至2022年8月，已有164个国家批准或加入公约。乌克兰就是渥太华公约的缔约国。俄乌战事开始后，乌克兰在使用和接受援助这种地雷的时候，那就遇到很多困难。在使用反步兵地雷方面，乌克兰受到了该公约的限制，也就是乌克兰部署这种地雷，那还是不是随心所欲的。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从未加入该公约。实际上，俄乌战场上大量使用反步兵地雷，那就是俄罗斯。那今天泽连斯基签署法令退出渥太华公约，也就意味着双方在俄乌战场上这种反步兵地雷，那恐怕就应用尽用。波兰总统杜达任内最后一次访问乌克兰，这也是杜达在俄乌冲突中第6次访问乌克兰。乌克兰人为了表达对这位老朋友的感谢，泽连斯基为他颁发了一枚大奖章。这个杜达很奇怪，这杜达他个人，他作为波兰的总统，他是坚定的支持乌克兰，但是杜达所在的那个党派好像反对支持乌克兰。杜达那个党派好像跟特朗普关系比较密切，包括杜达本人跟特朗普关系也比较密切，但是杜达却是坚定的支持乌克兰，反抗俄罗斯侵略。在杜达担任总统的时候，波兰不仅援助武器弹药，这个波兰还作为物资转运站，并且接纳了数以百万计的乌克兰难民。波兰人才是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唇亡齿寒，什么叫乌克兰没了，下一个就是他们。美国参议院拟于7月7日审议毁灭性对俄制裁法案。美国参议员格雷厄姆接受 ABC 电视台采访时表示，参议院将在7月7日结束6月休会后立即审议2025年制裁俄罗斯法案。该法案提出严厉经济措施，包括对购买俄罗斯石油、天然气、油等能源资源的国家加征500%的惩罚性关税。格雷厄姆强调说，法案已获得82名参议员支持，足以推翻美国总统特朗普可能行使的否决权。如果这个法案真的通过了，那对俄罗斯来说可以说是致命一击。所谓的针对购买俄能源却未援助乌克兰的国家，这不就是指2个印度吗？这2个印度进口的俄罗斯的油恐怕占俄罗斯的这个80%-90%。按照这个2025制裁俄罗斯法案，如果真的通过了，那就会出现一个情况，2个印度，你要从俄罗斯买石油也行，那你就得给乌克兰援助，那2个印度何去何从？德国外交部长瓦德普尔抵达乌克兰进行首次访问，他在基辅就表示，乌克兰的自由和未来是德国外交安全政策最重要的任务。瓦德普尔先生表示，普京正试图通过野蛮轰炸征服乌克兰。乌克兰人不仅在捍卫自己的国家和自由主权，也在捍卫欧洲的安全和自由，使欧洲免受普京的侵略。我们将继续坚定站在乌克兰一边，以便乌克兰能够继续成功的保卫自己，使用现代防空和其他武器，提供人道主义经济援助。德国的新一届政府从莫尔茨开始，到这个外交部长瓦德普尔，还有这个国防部长这个皮斯乌留什么托留乌斯，一个比一个强硬了，确实让俄罗斯的五夫一娃一精夜不能寐。因为德国一旦支棱起来，这个可不是闹着玩的。这个俄罗斯人他再狂妄，他再瞧不起欧洲的其他国家，他也不敢小看德国。所以现在德国人的态度是越来越强硬，支持乌克兰可以说是越来越坚定。昨天梅尔茨对记者说，他不打算跟普京通电话，理由就是给普京通电话，普京就会拿这个做文章，相反还会发动更大规模的轰炸乌克兰的行动。所以说梅尔茨说不打算跟普京沟通，打到底。6月29号，俄罗斯的总统助理叫乌沙科夫表示，他说美国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行动仍在继续，但被问及目前是否正在进行此类交付时，他
指出，据我所知，他说有些交付仍在继续，有些则没有。也就是俄罗斯人认为特朗普还是在援助乌克兰的，还在给乌克兰交付武器。我们再看看俄罗斯的友谊的小船又翻了一艘，曾经的小兄弟现在跟俄罗斯已经反目成仇。这个小兄弟就是阿塞拜疆。俄罗斯与阿塞拜疆的关系突然紧张起来，现在是剑拔弩张。到底为什么是呢？这个事情实际上由来已久。导火索是什么？导火索是俄罗斯的叫叶卡捷琳堡市的强力执法部门联邦安全局，他们说针对晚年杀人案进行集中破案，那就是从快从重严打。实际上俄罗斯版的严打就是普京为了稳住国内的局势，开始以各种各样的名义借口对俄罗斯国内进行强力控制，把那些不稳定因素给它消除，所以搞个严打，所谓的把晚年那些刑事案件集中起来进行侦破，这不就是运动吗？在这个运动中，俄罗斯联邦安全局捣毁了一个长期盘踞在当地的有组织犯罪团伙。巧了，被逮捕的该团伙成员均为阿塞拜疆移民，这些移民都已经入籍俄罗斯，获得俄罗斯公民身份。在行动过程中，执法部门共逮捕了6名犯罪嫌疑人在一系列的这行动过程中有2名阿塞拜疆人就是移民死亡了，一个说因为是心力衰竭死亡，一个是这死因还不知道，有6个人被捕。那这个就激起了在俄罗斯的阿塞拜疆人的愤怒。阿塞拜疆人他认为俄罗斯当局是在对阿塞拜疆移民的一个迫害，他们说俄罗斯联邦安全局人员在俄罗斯城市叶卡捷琳堡针对阿塞拜疆族实施暴行，导致我们的同胞遇害。这个事件发生后，俄罗斯驻阿塞拜疆大使馆临时代办叫沃洛科夫被传唤到阿塞拜疆共和国外交部。根据俄罗斯联邦内务部这个总局称，拘留这些人的理由是怀疑他们犯罪。6月29号，阿塞拜疆文化部消息称，那作为这种反制措施，这个既然俄罗斯人对俄罗斯的阿塞拜疆裔的这些移民采取这种叫非人道主义或者叫种族灭绝，阿塞拜疆文化部首先取消俄罗斯在阿塞拜疆境内举办的所有国家和私人机构的文化活动。阿塞拜疆文化部表示，俄罗斯国有和私营企业原定在阿塞拜疆举行的音乐会、节日、演出和展览等文化活动均被取消。阿塞拜疆文化部还解释说，阿塞拜疆采取此类措施的原因是俄罗斯执法人员针对俄罗斯斯维德尔德洛夫斯克州的阿塞拜疆裔族的人采取的行动的一个反制。那俄罗斯能受得了这气吗？俄罗斯人认为，我在国内我们搞严打，我们抓这个俄罗斯的公民，这是天经地义。但是阿塞拜疆认为你这个就是搞种族灭绝，你是专门针对阿塞拜疆人，所以我们叫反制。好，这个事情进一步升级，阿塞拜疆议会代表团取消了对俄罗斯首都莫斯科的访问。这个阿塞拜疆记者莫赫塔尔利呼吁烧毁俄罗斯大使馆。这个6月29号，这个阿塞拜疆记者阿夫干叫穆赫塔尔利呼吁烧毁俄罗斯大使馆。该名记者在其发布的消息中向阿塞拜疆公民表示，5名阿塞拜疆同胞的死亡是俄罗斯的错，而俄罗斯驻阿塞拜疆大使馆至今没有被烧毁。阿塞拜疆警方搜查了俄罗斯卫星通讯社位于巴库的办公室，阿塞拜疆内政部证实了这一消息，也就是阿塞拜疆方面这个动作很频繁，一定要讨个公道6月29日，阿塞拜疆警方拘留了2名为俄罗斯卫星通讯社工作的俄罗斯联邦安全局卧底特工，这就是搜查巴库办公室之后，立马就逮捕了2名这个俄联邦安全局的卧底特工。那么俄罗斯卫星通讯社说呢，阿塞拜疆安全部门不公正地扣押卫星通讯社2名记者，被扣押的2名员工分别是俄罗斯卫星通讯社的阿塞拜疆分社主编叫卡尔塔维赫和责任编辑叶夫根尼别洛乌索夫。根据阿塞拜疆媒体报道，2人被指控为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特工。俄罗斯使馆工作人员因此未能获准与被扣押人员会面。卫星通讯社正试图与遭不公正扣押的记者取得联系。什么意思？也就是你俄罗斯抓了阿塞拜疆裔的这个人，那人家阿塞拜疆他也找个借口抓你俄罗斯人，一报还一报可见阿塞拜疆脾气还挺倔，脾气很火爆，绝不惯着。那么阿塞拜疆和俄罗斯的这个冲突进一步升级。俄罗斯国家杜马代表称阿塞拜疆不是俄罗斯的伙伴或盟友。6月30日，俄罗斯国家杜马独联体事务、欧亚一体化和同胞关系委员会第1副主席扎图林表示，
阿塞拜疆有关拘留2名俄罗斯联邦安全局特工的指控是在煽动民众情绪，证明俄罗斯正在迫害阿塞拜疆人的必要手段。他在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发表了该言论。这个扎图林说，这只是老调重弹，不断被炒作，目的是为了煽动民众情绪，证明俄罗斯正在迫害阿塞拜疆人。这个扎图林认为，阿塞拜疆不再是俄罗斯的战略伙伴和盟友，而是在玩自己的游戏。他说，我们必须客观评估阿塞拜疆的内外政策，了解它究竟是谁的战略伙伴和盟友，根本不是我们的。的确，发展贸易关系对阿塞拜疆和其他国家一样有利。这事还没完，阿塞拜疆国家电视台播出了尖锐的批评俄罗斯的评论，也就是国家电视台开始组织批判俄罗斯了。这个国家电视台说，批判克里姆林宫的新帝国主义思维，还将普京比作斯大林，并警告说，这不是1937年，我们是独立的国家。阿塞拜疆国家电视台已经把普京跟斯大林相提并论，希望这个俄罗斯认清形势。现在不是1937年，阿塞拜疆和俄罗斯的友谊很快就要翻车。阿塞拜疆是前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大家也知道，后来前苏联解体以后变成独联体国家，也跟着俄罗斯后面混了一段时间。但是阿塞拜疆现在已经拜了新大哥，拜了新码头，那就是土耳其，对吧？土耳其在亚欧结合部那是一小霸呀，第一个就要这个打心眼里是要把俄罗斯搞垮的，这个大家都清楚。所以这个时候阿塞拜疆突然借这个机会朝俄罗斯发难，这后面有没有埃尔多安的布局，这不好说。因为你看去年这埃尔多安就是趁俄罗斯无暇顾及，一出手叙利亚就变了天，叙利亚就把俄罗斯人赶走了。你说普京找谁说理去？在叙利亚投了上千亿美金，死了那么多人，最后被赶出来了。人家叙利亚现在全面倒向美西方，还要跟特朗普要精诚合作，改革开放。现在阿塞拜疆在这个叫高加索给俄罗斯后面来一下，这也很难受。再说阿塞拜疆和俄罗斯的恩怨，那是小孩没娘，说起来话长，对吧？去年这俄罗斯还把阿塞拜疆的一架客机给揍下来了，到现在还没个说法。所以说阿塞拜疆这个时候出手意味深长。我在想，这个迪波老人虽然是个硬汉，但是这个时候也不能不低头，恐怕要给阿塞拜疆得磕一个，要不然他怎么办？本来阿塞拜疆跟这个叫亚美尼亚两个不和，有领土争端，这个普京从中可以捞点好处，两边欺压。现在人家跟亚美尼亚关系也问题也解决了，不需要你普京。阿塞拜疆也有，对吧？土耳其撑腰，很有可能是用来削弱俄罗斯的。你看阿塞拜疆这么一折腾，俄罗斯国内的阿塞拜疆族的人他就人心不稳，甚至有很多其他的少数民族的人，也就是穆斯林都不人心不稳，包括车臣。如果阿塞拜疆一劲的鼓动作为俄罗斯的穆斯林的后台，那这个也够普京喝一壶的。我们再看，根据外媒消息说，伊朗正式通知俄罗斯，伊朗突然全面终止对俄罗斯的各类武器供应，包括无人机和导弹，特别强调要终止所有未公开的军事援助。这是有媒体报道，我想这恐怕是真实，因为在以色列和美国对伊朗进行混合双打的时候，这个俄罗斯普京是没有伸出援手，不仅不协助他，不帮助他，反而还说风凉话。所以说这个伊朗对俄罗斯那是看清了真面目，所以这个时候不援助俄罗斯，一方面减轻伊朗在国际上的压力，一方面也是报复俄罗斯，也就是俄罗斯的友谊的小船是越来越少了。塞尔维亚现在也爆发了游行，要求提前选举，让武西奇下台。这一旦武西奇下台，那塞尔维亚又是倒戈，那样俄罗斯就一个朋友朝鲜，还有一个白俄罗斯。根据乌克兰外国情报局报告说，俄罗斯政府正考虑全面禁止汽油出口，以应对国内燃料价格持续飙升带来的压力。市场数据显示，俄罗斯国内汽油价格近期大幅上涨。6月份95号汽油价格上涨11%，达到每吨67456卢布；92号汽油价格上涨12%，每吨64462卢布。2025年初以来，汽油价格累计涨幅已超过25%，显著增加消费者负担。这个俄罗斯国内起了葫芦按下瓢，一会儿是鸡蛋价格上涨，一会儿土豆价格上涨，一会儿黄油价格上涨，这个可以说眼花缭乱。实际上反映的是俄罗斯国内经济是叫捉襟见肘，难以为继，对吧？你刚把这个油价给搞下去，恐怕那边鸡蛋的价格又上来了。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